卫福部的统计，这肺癌是国内癌症死亡率上界悬的。中华汉明基督教病院今年加入卫福部的肺癌早期政策计划，有一位家族病史63岁吴先生接受这免费体检，发现到这肺癌，加在是初期的肺腺癌，经过手术治疗了后，目前病情稳定。 这位63岁姓吴的民众有肺癌的家族病史，是肺癌高风险族群。透过低剂量的电脑短暂扫描检查，发现肺部有各样，确诊肺腺癌，转进治疗，目前状况稳定。那经由国健署早期肺癌筛检的计划，能够早期发现双侧的这个肺癌，那顺利的在 完成这样手术，然后同时做2侧的单孔胸腔镜手术，手术中呢仅花费3个多小时。我姐姐她本身也是肺腺癌，很幸运的，我这样的治疗之后是属于第1期的，那后面的要治疗部分就不用再做化疗，只要定期追踪就可以了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肺癌是国内上侪人着病，每期才发现的比例上悬，加死亡率排第1的癌症。医师表示，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是目前证实唯一会当早期发现肺癌的检查。透过这项检查，会当改善过去照电光无法度发现初期肺癌的状况。这个肺癌的病人，因为症状不明显，然后等到检查出来的时候，都已经是很后期的肺癌了，所以预后都不好，死亡率很高。现在有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，可以在病人的病灶还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。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2022年开始办理肺癌早期的检查计划，提供肺癌高风险族群2年1摆免钱的检查。医师嘛呼吁符合资格民众主动接受肺癌体检，保护家己的健康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